剪纸血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哎，当家的，拉高点，别着凉啊！马少飞，我说你完了你还不信？这姑娘怎么了？你真完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是个光棍儿，你老当着东京宫女说我这些。快，我得躲一躲。没事儿，别紧张。你现在是女装，他不一定能认得出来。走。哎，对呀，那我好好逗逗他。让开！你让开！凭什么我让开？我喜欢走路的中央。长成这样都走路的中央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凭什么我不能走路的中央？贱人！只骂我是贱人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说过我是贱人。喂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骂人怎么了？我让你立刻道歉。对，想要道歉？哼，休想！你，难怪书上说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呢。哎，你这个小丫头啊！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那个可恨可恶的女人。凭什么骂我？你说一个女子，她迫于生计去醉月楼陪酒卖笑也就罢了，可是长成你这个样子的都去醉月楼，你不是赚钱去了，你是找乐儿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说长成你这样还去那儿找乐去？像我这样的正经男人才不会给你乐呢！哼，长得跟丑八怪似的，呸！呸！什么东西？就是，你说醉月楼都跟你这样似的，长得跟母夜叉似的，我们还怎么去醉月楼啊？就是啊，啊不，那个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去醉月楼啊，找我的衣服。哎，对，衣服。我告诉你们，醉月楼里面没有一个好家伙。你居然敢骂东秦姑娘，我跟你拼了！我！算了，清者自清，他要说什么，由他去吧。咱们走。我今儿个要是不着急找我相公，我告诉你啊，走，我见一次我揍你一次，这辈子找不着你相公。我见2次揍2次。呸！气死我！我求神拜佛，希望再也见不到你，还有你这狗爹！还说呢，差点被人认出来，快走吧。哦呸！你师父让我教你读书认字，我就有责任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才。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当一个有用的人，一定要写好字。知道了。你看，这是你的名字，叶红叶。倒杯水给我。是，千户大人。杨伯伯，喝口水吧。不许你这么叫我，
你不配。杨伯伯，你是我的启蒙老师。我不是，我要真是你的老师，怎么会教出你这样不知廉耻、敢为鹰犬走狗的学生？学生从来没有辱没师门，恩师谆谆教导，学生谨记在心。是吗？我都教你什么了？你说给我听听。从小，恩师教我知廉义、明洁身、奉忠尽孝，我都没忘。如今我为朝廷尽忠，为义父尽孝，我扪心自问，您教我的忠孝两全，我不是都做到了吗？你为谁的朝廷尽忠？你又为哪个义父尽孝了？朝廷自是指当今皇上，义父乃当朝重臣9000岁。混账！你中的是昏君的朝廷，效的是奸贼的义父，在这里还妄谈忠孝二字，你简直是个大奸大恶之徒！恩师为何如此诋毁皇上和义父？我句句肺腑，没说错。我恨当初我把你视如亲子，把唯一的女儿冬琴许配给了你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私事暂且不提，我今日特来传义父口谕：若是你能大彻大悟、迷途知返，日后报效朝廷，便可既往不咎。住口！说穿了，你是来说服我，让我顺从魏忠贤那个奸贼的。杨伯伯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的是你，我没有错。你若还念半点师生情谊，就听我劝，赶快回头吧。哎呀，我们骗你干什么？这种事情是要杀头的。我相公真的是东林党？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。原来马尚飞，他是东林党派来的人。我相公是东林党。你没事吧？你相公是官府通缉的要犯，你还笑成这样啊？哎呀，女儿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几？还是自己？我相公是东林党，就他那德行，他是东林党。那东林党的人不都成了酒囊饭袋了吗？喂，你说这话未免太伤人了。是，你的相公长得是不怎么样，可是他毕竟也是方圆百里内最有魅力、最具传奇色彩的龟奴。哎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在我这做龟奴是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。你看，哎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我没骗你们吧？我真的是被那帮东林党人给暗算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赶快告诉我，我相公在哪儿，不然我就把这给拆了！别！哎呦，我真的没骗你，你相公真的是官府的反贼。不信你问问他们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能证明你相公是反贼。反贼！这么多人能证明，难道我相公真的是东林党？叔叔是不是不相信红影哥哥，要我去监视他？叔叔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叔叔就是想知道，在红影心里，我这个做义父的和他的启蒙恩师到底孰轻孰重啊？您不该怀疑他的，红影哥哥向来对叔叔尽心尽孝。可他毕竟只是义子，只有你才是本座的亲侄女儿。好了，你快去替叔叔看看啊！面对杨莲那个反贼的时候，红影
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哎，你说，这么多人同时骗你干什么呀？藏着它有什么用啊？你相公又那么能吃，藏着它早晚会把我吃穷的。那他人呢？被我赶跑了。哎呀，你把他赶跑干嘛？那当然喽，这窝藏罪犯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要问？哎，我再跟你说，那些官府的人可不是善男信女吃斋长大的，他们折磨人的办法可多了，什么抽筋扒皮呀、倒刺钩子鞭呀、烙煎人肉饼啊。哎，要是被官府的人知道你是反杰的妻子，连你也活不了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就听听花姨的吧，她是过来人，她什么都知道。你这个孩子就是太死心眼了，你干嘛这么死心塌地的呀？啊，你说你年纪轻轻这是干什么嘛？世界上好男人他有的是，你不能一棵树上吊死，是不是花姨？不，我曾爱弟集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，生是马家的人，死是马家的鬼。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，哎呦，我都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了，天下的男人那么多，干嘛非要跟一个官府的通缉犯呀？嫁给一个反贼是没有好下场的，弄不好要掉小命的。你不怕呀？我不怕，我曾爱弟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反贼随反贼。哼！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呀，这孩子太倔了，太死心眼了，真是。哎，你女儿都成这样了，你还跟没事似的，还不赶快去追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她这么大人了，会照顾自己的。花姨，要不咱俩喝点啊？追呀！哎呀！我还以为吓唬吓唬他，就能让他对马上飞死了这条心，别再上我这醉月楼胡搅蛮缠。没想到她竟然是个如此贞烈的女子。要是就这么害了她，那我岂不是造孽吗？唉，言官滥掌篡权，朝中忠良凋零殆尽，都给侍中魏大忠一生为官清廉，最后却冤死在东厂大牢，家人甚至买不起一口薄棺为他收尸。将军袁崇焕屡战屡胜，居外敌于千里之外，却屡遭贬低。一代名将熊廷弼为我河山，功勋彪炳，到头来却被栽赃贪污的罪名，惨遭灭门。像我杨涟一介文官，扪心自问，无纤毫之处，愧对社稷百姓，却被定了叛国之罪，锒铛入狱。你看清了吗？你效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朝廷啊？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在混淆中间一错再错，是非不分了。我叶红影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只知道凡朝廷难容的，便是天地难容的奸恶之徒。亡羊补牢，未为晚矣。听我的忠告，这是我唯一能帮你的，否则我真的是救不了你了。枉然，真是枉然！枉费我费尽忠言，也难把你劝醒啊！那你就不必再白费力气，妖言惑众了。潘汝贞，你来做什么？本府奉了9000岁之命，若叶千户不能说服反贼杨涟归顺朝廷，那我只好将他拉到城门施行，以儆效尤。什么？尽管来吧，我杨涟宁为取义而玉碎，不为苟存而瓦全。好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呀！我就不信
你的骨头能硬得过我的刑具？来人，在，把反贼杨连给我钉上刑台。是。啊！杨伯伯，你何必受这种皮肉之苦呢？因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够了！叶千户，我可是奉了9000岁之命，惩治反贼啊！你要是妄加阻挠，这怠忽职守的罪名，我可担当不起啊！你，红影哥哥，这件事是叔叔亲自授意的，你若妄加阻拦，势必会惹恼叔叔。人缘，上完了这炷香，我们可就是姐弟了。我要乖乖的听姐姐话。真乖。马少飞，你怎么还跪在菩萨面前啊？你就不怕菩萨嫌烦呀？到底有什么愿望？快说！我就一个愿望，腿麻了，快点扶我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！哎，你们俩都有地儿，我没地儿，你还催我。我就一个愿望，那个每天喊着哭着要嫁给我的臭婆娘，永远见不到我。我要天天和你们在一起。哎，人缘，你还有什么心愿？趁现在赶快告诉菩萨。我希望菩萨保佑，能早一点找到袁大将军，把我屁股上的官印烙痕交给他们，这样他们就能完成爷爷的心愿了。你放心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你这么有孝心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。那姐姐，你有什么愿望啊？我的愿望，我希望能早日找到我爹。把反贼的双脚也钉上刑台。偷贼，来吧，动手，杀了我，给我一个痛快！让我留着最后一点尊严，帮我解脱！快动手啊！杨伯伯，红影，你如果念在往日之情，找我好动情，答应我啊！我答应你。还有你照顾的人是谁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动手，快呀，快呀！哎，快给我个痛快！好，动手，我给你个痛快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你不清楚吗？我是在帮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根本看不得他这么痛苦。来人，将这反贼的尸体给我卸下来，像拖条死狗一样拖到大街之上，游街示众。不许对我老师的遗体无礼！叶千户，这可是9000岁的意思。我要亲自送杨伯伯。一路走好，影儿送您上路了。
相公，你在哪儿啊？别让我找不到你。不管你是不是反贼，这辈子我都跟定你了。哎呦，这谁呀？多可怜啊！这都已经死了，还吊在这儿。哎呀，可怜呐，可怜呐，真可怜呐！太惨了！啊，乱打！哎呦呦呦！哎，别说啊，可怜呐！哎呀，是啊。哎，你们看，那边挂个人吧。英雄哥哥也在那边。那个人，怎么了，姐姐？你认识那个人？好像是我爹。啊？是你爹啊？不会吧？不会的，我一定是看错了。不会的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无论是贩夫走卒，还是公侯将相，只要是和朝廷作对，得罪了9000岁，就是这个下场。都给我看清楚了，吊在面前的这个人，就是官居2品的左都御史杨涟。爹，姐姐，姐姐，放开！姐姐，平时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但是这次我不让。火影哥哥，别跟着我。放手，姐姐！你看，官民那么多人吗？你现在却送死啊！那个是我爹，他死得这么惨，你放开！哎，是英雄哥哥。有人，你干嘛点他？你先别说了，赶快带少爷回去。干嘛呀？这是？相公。死得好惨啊！哎呀，又笑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哎呦呦！不好意思啊，真的认错人了。大胆反贼，不准走！我说了，我不是反贼。还狡辩！我刚才明明听见你喊反贼杨涟相公。我哭错人了。即便你们不是夫妻，也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，拿下！哎呀，你押回大牢，严刑拷问。是。快跟我走！憋死了。是你救了我。这是哪儿？你问的这不是废话吗？我是个老鸨，又不是尼姑，这里当然是醉月楼。你以为是尼姑庵呐？我警告你哦，我可是个知书达理的贞烈女子。你要是想逼娼为良啊，不，逼良为娼，没门儿。哎，谁逼你了？我这不是救你吗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让我欠你的人情，然后让我陪酒卖笑报答你。哎呦，什么跟什么呀？你也太有想象力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有那么坏吗？我是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。我可是个有妇之夫，我要去找我相公。不许离开醉月楼，给我绑上！哎哎哎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不知道我力大无穷吗？听见没有？放开我！快！我知道啊，普通的绳子是绑不住你的。可是我早有准备了，我叫他们准备了一条泡了水的牛筋。你是挣不断的，不信你试试。你放开我！我告诉你们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想逼良为娼，哼，没门儿！乖乖在这待着吧，我去换衣服去了，好好看着他。
原来被吊在大街上示众的尸体，就是东秦他爹杨连阳大人。是啊，东秦姑娘一心想给他爹收尸，我想拦都拦不住。所以你就把他给打晕了？对啊。马尚飞，这次你做的真好。经常这样。马尚飞，你还知不知廉耻啊？沽名钓誉，粉饰太平，非其光而居之路，乃君子所不耻也。打晕姐姐的不是你，是英雄哥哥打晕的。哎，你说的英雄哥哥，不就是那叶红影吗？对，就是那狗贼。这个神机营的狗贼，一天3变脸，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花姨，外面有3名自称是袁崇焕将军派来的人，想见您。袁将军派来的人，一定是13铁骑来接应我们的。那我去见他们吧。哎，慢着，先别急。这13铁骑我们谁也没见过，谁知道是不是官府派来的奸细？我先去探探他们个究竟。杨伯伯，我有心救你，可我无回天之力呀。在下石破天，岳新川。讲了，咱们兄弟3人是奉了袁崇焕将军之命，前来接应顾县城大人的遗孤的。我也听风尘双侠说过，3位莫非就是袁将军座前的铁血13骑？啊，正是。这13铁骑不会只有你们3个吧？其他人呢？啊，是这样，咱们3兄弟和其他兄弟是分开进城。怎么，他们还没到你这儿？哎呀，说真格的，这里每天在我这醉月楼进进出出的男人这么多，还真就是没有见到你那些失散的弟兄来过。啊，可能是人生地不熟，还没找到醉月楼吧。哎，花姨，我听风尘双侠说这个顾大人的遗孤就在你们醉月楼里，能否让在下见见呀？这个人对他失散的弟兄毫不关心，对风尘双侠不闻也不问，却急着想知道人怨的下落，这似乎太不合常理了。花姨，您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向袁将军交代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实不相瞒，那孩子啊，已经离开了我们醉月楼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哎呀，都怪我不好，没能看住他。什么？顾大人的遗孤不见了？是啊，哎，他整天嚷嚷着说什么他是什么知礼上义的名门之后，待在醉月楼里有失了他的身份，所以前天晚上趁着我招呼生意忙，一时给疏忽了，就让他跑了。有这种事？我也已经派人到处去找了，可就是没找着。唉，我对不起袁将军，对不起顾大人呢。我们兄弟3人在这无锡城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跟这顾县城的遗孤又从未谋面，想要找到他这个人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要不这样吧，3位，不如就在我这醉月楼先住下，等你其他那些兄弟们在我这里聚齐了之后，再从长计议。毕竟人多好办事儿，也有个照应嘛。为今之计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义父，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单独一个人来见我？孩儿不知。杨莲死了，
还死得那么惨，你同情他，可怜他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孩儿没有。如真都已经告诉我了，说你在杨莲的尸体面前站了很久，这些本座都知道。孩儿不用说了，为父都明白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当年你师父战天云和杨莲情同手足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不，有些事情是永远也过不去的。我还听说，杨莲是你启蒙授业的恩师，就连你的名字都是他教会你写的，感情不浅呐。请义父切莫错怪了孩儿。孩儿不愿意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。若是义父不信，孩儿这就死在你面前。住手！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之。这句话你没听说过吗？孩儿自幼随师父习武，由师父抚养成人，由义父栽培成才。红颜心中没有父母，只有师父和义父，所以师父和义父就是我的父亲。既然你也把我当成父亲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要是伤了自己，岂不是不孝吗？孩儿不愿意做一个不孝之人，更不愿意背负对义父不忠的罪名。你我虽非骨肉，亦无血缘，可是，在本座心里，你就是我的血脉，是我唯一的儿子，甚至比一个亲生儿子还要亲的儿子。这些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红颜承蒙义父厚爱，不敢须臾淡忘。那就好。况且，你我父子情深，本座怎么会怀疑你呢？你对本座的孝心，天上日月星辰可见，皇天厚土可查。可是，那杨莲毕竟是对你有恩，他这一死，想必你心里一定是不好受。你为之动容，本座能够理解。要是换了本座，我也会跟你一样的。多谢义父体恤。还没醒啊？这鸡汤，哎，你看都快放凉了。鸡汤啊，趁热喝比较好，有营养。一放凉就没味儿，也没营养了。现在还热，要不然我先尝尝，我也补一补啊。你还补啊你？你瞧你那脸，像面盆一样大了，你怎么还补啊你？是。你把这鸡汤放下，我要给姐姐喝。怎么样？冬青还没醒啊？这叶红影下手未免太重了。花姨，刚才你跟几个自称是袁将军派来的人聊过了，他们有什么可疑的吗？他们真是袁将军派来的呀？他们到底是不是袁将军派来的人，这我不能肯定。但是要说到可疑，那3个人的身份真的很可疑。你们俩都给我记清楚了，千万别让那3个人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。待会儿去跟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说，把那3个人给我盯紧了，不准让他们离开醉月楼半步。花姨，你是不是太多心了？我不是多心，我这是小心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这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姑奶奶，我之所以到今天还活着，就是因为小心。哎，你们千万记好了，绝对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你的意思是那个叫花姨的老鸨开始怀疑咱们了？我是在想，顾先生的遗孤
与铁盒的钥匙关系甚重。按说，花姨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她怎么可能这么不小心，把那小孩给弄不见了呢？这么说，他是有意瞒着咱们，故意不让我们找到顾先生的遗孤在哪儿。我这个也只是猜测了。哎，你们俩有机会到处看看，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本座本想让你给杨莲收尸，也好聊聊你的心事。可是这杨莲毕竟是东林叛党的首脑之一，放着他是本座的死敌不说，他妖言惑众，抨击朝政，数落皇上的种种不是。本座要是随了你的心愿，让你给他入殓安葬，恐怕会有损天威，无法照信于天下百姓啊。孩儿明白。你该不会怪义父吧？孩儿不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难得颖儿，你能如此深明大义。不过有件事情，为父还得提点提点你。孩儿受教。本座以为，忠孝二字，忠字要永远摆在第一位，在忠字面前，任何情感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。多谢义父提点。千万记住义父一句话：想成为一把锋利的宝剑，就不能轻易动情。无论是亲情、爱情，或是友情，明白吗？义父的教诲，孩儿谨记在心。回去吧。是。叶红影，你太多情了，注定无法成为一把最锋利的剑。当你不能再为我所用的时候，我会亲手斩断你这把变钝的废铁。爹，哎，冬晴，你刚刚醒，这么急着要去哪儿啊？我不能让我爹就这么掉在大街上。哎，不行，今天你休想出这个房门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你不能再去送死了呀！你们如果谁敢再拦我，别怪我六亲不认。你可以六亲不认，但是我不行，我不能看着你白白去送死。今天你非要出这个门，那你就让花姨先死在你的面前。花姨，你别再逼我了。冬晴，是花姨求你别逼花姨了。你这一去，醉月楼上上下下几十号人还有命可活吗？你不想活，你想死，我管不着。可是为什么不替别人想一想，不替人院想一想，不替我想想呢？大仇未报身先死，你甘心吗？你问问人院，他甘心吗？我告诉你，最起码我不甘心。姐姐，你就听花姨的话吧。冬晴姑娘，你冷静点儿。被吊在街上的是我爹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能冷静吗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要换成是我遇到这事儿，我肯定也冷静不了。可是为了顾全大局，我不能让你连累其他人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替我爹收完尸，我就会以死谢罪，不会连累你们任何人。不许动！花姨，花姨，你要死了，你们全家的血债，谁替你去讨啊？你可别指望我啊！我自己还有好大一笔血债深仇等着我去报的，我可忙不过来。你在这给我好好待着，冷静地想一想。人院，马上飞。在。替我好好看着他，他要渴了给他喂水，他要饿了就给他喂饭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见了。等等，师娘，
如果他要是坚持不住想上茅房呢，我能不能你想都别想。我就想想吧。舒服。嗯，没人，赶紧找我下过去。你面前这个人，就是官居二品的左都御史杨涟。杨冬青对天发誓，不报这血海深仇，誓不为人。什么人？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瓶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